好，來繼續來看這件，這個已經真久無見面的前台中市長吳志強、前台中縣長廖了以難得同台，要支持江啟臣選台中市長。吳志強講，8年前江啟臣的民調輸予市長羅秀燕0.6%，有風度來退讓。伊當時就講8年後一定會支持江啟臣。啊，吳志強講，伊即擺是咧兌現伊的承諾。前台中市長吳志強徛佇上頭前，前台中縣長廖了以嘛難得現身，邊仔也有國民黨立委顏寬恆甲廖偉雄等人。這陣拿贏台中隊目的就是要替立法院副院長江啟臣選台中市長。8年以前，江啟臣以0.6輸給盧秀燕，他馬上講我退。講起8年前，江啟臣甲台中市長羅秀燕的初選民調，敢若差0.6，江啟臣唔拿讓，佫全力的輔選。吳志強更加學了江啟臣的國際觀。不過面對共黨立委楊慶英嘛要選，吳志強的立場真堅定。我知道楊慶英委員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來看我，我跟他坦白說明，我有一個8年之約，我不能改。所以他說過一句話，說選擇是殘酷的。江啟臣因為接待外賓無夠長，也毋過有感謝這前輩支持。啊，那楊慶英是維持家己的步調，繼續走基層，強調講要用上親民的方式爭取選民的認同。從原縣區到原市區，然後在我們整個大台中市，我想每一位我都非常的尊敬啊，所以我也會朝着這個方向呢，也是持續的來為我們的家，我們的台中市來努力啊。江啟臣、楊慶英在3月底要做民調進前，把握時間的衝刺，分別發揮地方黨員的力量，展現氣勢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了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